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就算这几天是迎接新年的好日子，这乌克兰甲罗西亚若无停火，双方甚至是发动更较大的攻击。乌克兰是攻击这罗西亚的边境城市贝尔格罗德，这就让罗西亚起甲丢卡当地大规模反击，帮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阁有哈尔科夫、敖德萨等等的大城市。双方总统今日嘛分别发表新年谈话。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讲，今会加强战力，至少增加100万架无人机甲 F-16战斗机。也若是罗西亚总统普京是无讲伤济战争的代志，敢若俄勒讲因的兵士英雄要提升士气。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1年10个月，这几天双方冲突搁升悬，持续到新年头一天。俄罗斯是讲，乌克兰军队攻击俄罗斯所控制的顿内茨克，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乌克兰的官员是讲，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展开新一轮的攻击，至少1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跨年暝新年致辞中就职讲，要伫2024对俄罗斯军队发起愤怒行动，毋过无提起目前前线作战的状况，也甲去年6月发动反攻了后的情势。伫泽伦斯基发表新年谈话较无72点钟前，莫斯科则拄啊对乌克兰城市发动修连帅飞弹甲无人机攻击，这是俄乌战争以来规模上界大的空袭之一，造成39个人死亡。Сильніше за цю війну. Бо ми такий народ. І такий народ надихає, ви бачите, надихає весь світ. І таку державу хочуть бачити у європейській родині. 今年3月，俄罗斯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总统普京伫新年致辞中，敢若顺续提起乌俄战争，佮俄国的士兵是英雄。监管嘛无讲到是毋是有几60万的俄罗斯士兵死亡还是受伤，佮较无讲到冲突已经拖到俄国西部边境的贝尔格罗德城市。Хочу сегодня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нашим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 ко всем, кто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боевом посту, на переднем крае борьбы за правду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Вы наши герои.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наши сердца. Мы гордимся вами, восхищаемся вашим мужеством. 泽伦斯基伫元旦谈话中表示，乌克兰的军火库今年会增加至少100万台无人机，也甲西方友邦所提供的 F-16战机。普京是形容2024是甲顶年，甲去年普京身后笼罩是穿制服的军人，比起来实在差真济。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真欠火车司机，说讲政府是按算放令外籍司机的资格，除了会当摕本身的驾照直接换日本驾照，但是要伫咧日本考嘛唔免用日语。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面的文化是传甲全世界。根据谷歌的统计，韩式搅饭是2023年上侪人伫咧网络顶的食谱。英国《Times》报道，英国官员表示，欧洲各国是正咧讨论增加生产武器。确保这美国总统大选若是去互 Trump 赢去，乌克兰未自安的就欠台湾。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加州议会进行通过枪击管制法，禁止民众伫咧26款公共场所揸枪。不过，说是去互地方法院裁定违反宪法。不过，即阵美国上诉法院是搁再变盘，允准禁令实施。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也问的叛军青年运动一直伫咧红海攻击过路的货船，美军为了反制，是派直升机甲3只青年运动的船拍沉去，大死10个叛军的成员。来看世界各地在暗迎接新年活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活动，因为疫情受限制3天，今年总算是恢复正常举办。另外，南美洲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下年宴会嘛真壮观，咱这回来看。纽约时报广场跨年水池球慢慢降落来，几万人倒算准备要来跨年。2024年来临，现场响起招牌乐曲友谊地久天长，民众情绪真悬，伫五彩纸片内底互相蓝调咧小金祝福。迄天虽然是落48雨，依然有真侪人来到时报广场的周边。酒后10几点钟，目的就是要体验跨年的浪漫甲热情。市场是充满法兰克辛纳区的名曲，纽约。
互人暂时袂记的世界上持续不断的冲突，也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大家拢欢喜迎接新年。南美洲的巴西比纽约提前1点钟迎接新年，里约热内卢沙坡顶面精彩12分钟宴会表演。予暗时这天顶变甲真光真水，伫山顶的耶稣救世主雕像来看，场面更加是真壮观。有真侪人无条件迎接新年，要赶伫2023年的最后一天结婚。因为安尼一来，结婚纪念日写做数字，拄好就是123。这样特殊一个真歹拄到日子，和快速的结婚的圣地拉斯维加斯，有真侪人挑工来遮结婚。1, 2, 3 is our code that we've always had before we were married and dating. That when we sign our love letters and notes and cards and stuff. 有结婚真久后某选这日子，搁再结一摆婚。有人看到数字特别，就随行动。伫拉斯维加斯经营做结婚较长的业者，估计一天大概举办150场的婚礼。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原来德国因为去年下年尾就发生民众甲警消牵跑的案件，即讲今年必定的警方就出防4000人为安。若是要进入特定的场合看烟火，就要先接受安检，互警方抄随身的牌啊。布兰登堡门灿烂的跨年宴会，当年吸引大批民众来欣赏。要么今年想要进入特定区欣赏宴会，要先通过警方的检查站。看到位头前起摆甲长长的队伍，每一个人拢爱拍开牌影，接受检查，还是抄身躯，以确保无炸烟火，还是违禁品。Es wurde gesagt, verbotene Gegenstände, was ich jetzt nicht ganz weiß, was sich alles dahinter verbirgt. Aber prinzipiell nach den Erlebnissen der letzten Jahre finde ich das eigentlich erstmal ganz in Ordnung. Also, ja. Warum wird das nur in diesem Gebiet gemacht? Und vielleicht es ist ein bisschen traurig, weil ich bin hier aufgewachsen in Deutschland und ich habe das noch nie gesehen. 德国警方会安尼谨慎，是因为去年必定跨年暝，捌有人伫民众真济广场以烟火攻击警消甲救援人员，也造成行人甲记者受伤。加上受到以哈战争的影响，德国分别支持以巴立场无共的民众，捌伫示威场合爆发冲突，所以跨年暝发生类似冲突的风险升悬。所以今年必定特别投入4000警力，维护治安，创下几十年来上大规模。为着避免发生代志，必定警方禁止一场跨年暝举办的平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为维安任务执行到元旦透早6点，希望和民众平安度过跨年暝，快乐迎接全新的一年。公司新闻在回应编译。但美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新年刷时阵宣布讲，因为健康问题，1月14正式退位。伊1972年继承王位到今是已经52年啊。去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身了后，玛格丽特女王就是全欧洲在位上过君王。即阵是由55岁大汉后生王储弗瑞德里克来接位。83岁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送予丹麦民众的新年礼物，是伊要伫1月14退位的消息。玛格丽特二世伫1972年继承王位高达52年。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2022年过身了后，伊成做欧洲在位上久的君主。2023年6月，也成做丹麦王室史上在位时间上长的君主。1963年，23岁玛格丽特二世以公主的身份访问印度，即使无抢位条纹礼服，搭配白帽仔的造型，显得真大方。伊伫31岁继承王位以来，作风一直真亲民。伊主修考古学，高精通几个语言，也真有艺术成就。捌几摆举办画图古典。哥本哈根现代美术馆收藏伊的画作。2023年受邀请担任芭蕾舞剧的场景设计，迄当时伊因为脚趾片受伤，拄着拐仔到现场工作。It's wonderful to see them when it's on stage and to see them using the costumes and the scenery that I've designed. I'm an old woman by now, but it makes me feel young. We have a queen that in any area sets the idea of taking part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of Denmark. 玛格丽特二世伫2023年2月接受脚趾片手术，伊伫新年演说表示，手术互伊思考未来，也决定应该交予后一代时机。伊的大学后生55岁丹麦王储弗瑞德里克会继承国王，那特别成做王后的王储妃玛丽是澳洲人，两个人伫2004年举行婚礼，结婚了后生有4个囡仔。
女王伫2022年宣布取消将细汉后生尤雅金王子的4个囡仔的头衔，理由是参照欧洲其他王室精简君主制的做法，也互伊的孙会当有正常的生活。也毋过有媒体报道指出，尤雅金疑似威恋大兄的王都妃玛丽，造成王室的家庭关系陷入混乱，互女王采取强硬手段。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 NASA 研发一款女武神机器人，目前正在测试，希望未来是会当送上太空，到处理维修等等的高风险任务。安尼人类太空人就当搁较注心探索甲研究。美国航空太空总署所研发的这款被称作“女武神”的人形太空人，身悬188公分，重136公斤，形情配有亲像钢铁人，加其心脏的指示顶，伊的动作真沙粒，会使用双手扭开拉链，提出包裹内底物件。NASA 专家讲，人形机器人设计的初衷是希望会使发挥甲人类相款的功能。现阶段女武神若爱具备爬楼梯、开车甲清理杂物的能力，会代替人类建立核灾区这开险的科学，未来爱上太空到黑市顶面来执行任务。So we're not trying to replace human crews. We're really just trying to take the dull, dirty, and dangerous work off their plates to allow them to focus on those higher level activities. NASA 专家讲，未来机器人上太空了后，渴望协助处理高风险的工作，比如讲清洁太阳能电池板，也是检查太空船外口的设备故障，让太空人会使专心伫探索甲研究这更加重要活动。实际上，早在2011年 ，NASA 就甲头一个人形太空人送上太空站，分担操作控制界面、测量通风口气流这任务。另外 ，NASA 也甲其他民间公司合作，希望多方面来互人形机器人发展是更加进步。像这款叫做阿波罗的机器人，主要功能是伫仓库甲工厂内底移动这个包裹，协助物流供应链。就伊的功力是更加真卡进步，会使在无边的地面四界行。And so what we were demonstrating today is walking over disturbances or rubble. So there's a bunch of different objects, soft objects, hard objects, and just demonstrating that even though Apollo has never seen those objects before, it has the ability to balance. 不过，有人烦恼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抢走人类的饭碗？美国商会引用数字显示，美国即阵950万的职缺，就算650万失业工人拢找到工作，也是有欠工的问题。机器人的研发目的会注重协助人类解决问题，以免受过烦恼取代人类。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澳洲上北边的阿纳姆野生的水牛大概是有2万多只，因为这准牛牵线真紧，搁真分散，若靠人工来观察是真困难。所以讲，澳洲的官方就甲美嫩合作，伫咧这牛的耳仔顶头倒追踪器，用卫星对当监控。根据澳洲当地估计，目前分布伫北领地的阿纳姆地区的野生水牛大约有2万多只。当地真侪负责观察甲监控水牛动态巡警，拢是有关居民组成。不过巡警人数有限，要掌握22000平方公里这么宽的范围实在吃力。所以，澳洲政府所属的联邦科学工业研究院 CSIRO 甲美嫩公司合作，14年飞机希望掠到2000只野生水牛样本，伫牛的耳孔绑卫星信号追踪器。这个叫做太空牛的专案计划，除了要研究水牛族群的生活甲迁徙模式，也希望会当大声判断野生水牛族群的徙动路线。所以，太空牛专案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协助保护土地甲重要文化遗产，免受野生牛群的吞踏。Introducing the new Space Cows project, a smart herd management program that tracks feral herds across more than 22,000 square kilometr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Australia, from Arnhem Land to the Cape York Peninsula. Using the innovative combina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low Earth orbit satellites, and Microsoft Az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 to interpret the data, Indigenous rangers have new tools to help manage their land and create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负责专案计划学者指出，澳洲过去伫这方面的研究上少，既然有现代科技做工具，就会当善加利用。There's very little surveillance that happens in these areas. So now we're starting to build those data sets and that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eline disease status of animals. This really, large-scale tracking project, probably of the largest scale from a wildlife or a buffalo tracking perspective that's ever been done. 阿纳姆地区是澳洲的原住民保留地之一，水牛伫原民文化甲历史中也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结合传统智慧甲现代科技的计划，当地原住民也积极参与。公视新闻徐家珍编译。
落雪啊，纬度悬，所以讲寒冷的时阵就一定会落雪。伫因遐这除雪活动就进行。上彼得堡附近就有一间除雪度假村，这内底是布置甲亲像囡仔国同款，咱做伙来看。原本的光环步道，伫冰天雪地之下，加做游客上理想的厝边路线。游客无分大人囡仔，穿冰道衣，厝伫的拢是白色树之间。步道边的店头甲茶库厝，装塔充满耶诞节甲一年气氛的电火珠啊，各有地面拍起各种色水的电火，一路出过来，亲像是伫个梦幻的动画世界共款。这叫做奥克塔公园度假村，伫圣彼得堡东北边郊区，离市区只有14公里。伫俄罗斯是公认上好的厝边甲厝西度假胜地之一。Здесь новогоднее настроение, здесь огоньки, здесь необычный формат катка. Да. Нигде не видела таких подсветок деревьев, правда, это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 Вот. Стоит сюда вернуться, точно. Мы слушаем, что говорят наши гости, ежегодно меняем подсветку, ежегодно ее трансформируем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те эмоции, которые передаются на катке, уникальные эмоции, они были постоянными. 为保持厝边道的平静，就伫游客出兵的时阵，因看到都市车随时巡逻，拄到测试就赶紧清理。另外，业者会用伫温度小可比零度较悬、市区无落雪结冰的季节营营业，佫想出一种用人工降温的步数。Несколько мощных установок, они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и дают нам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аботать и в плюсовую температуру. Поэтому наш каток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открывается первым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он может закрываться гораздо позже, чем остальные другие. Мощности установок позволяют. 除了树林之间的厝边道甲茶库厝边，还佫有布电轮，沿看过度假村的美景。另外一边还佫有悬架落差有50公尺的出世步道，出世甲厝边，尤其是花式厝边，是俄罗斯相当流行的运动项目。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